旺村新裝修280尺廳房相連單位，客廳地板選用米色木紋磚，配合採光整體特別舒服。黑檀色鋁跨木紋玻璃趟門將客廳同房間分隔開。整組趟門只需吊軌設計簡潔乾淨利落。廚房用抹茶綠色做吊櫃同櫥櫃，顏色唔花巧但好好睇㗎。櫥櫃分層確保儲物空間。櫥櫃內預留隱藏式通風管道，安裝抽油煙機。煤氣爐口位全部預曬位，方便業主安裝。浴室保留原有格局做乾濕分離。灰色石紋飾板嘅整套浴室櫃連帶儲物空間。最尾等業主配埋浴簾，整個浴室就可以啟用啦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